所以如果从内心诚挚皈依三宝，那么今生可解除一切损害，后世将获得解脱和遍知的果位，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无故经云：皈依之福德，若其具色相，片面虚空界，彼将胜虚空。若经上按云：皈依福德，若具相，此三界已成小溪，大海乃为水宝藏何岂能衡量矣。那么这些里面讲的都是皈依的功德比较，比如果是皈依的功德是有一个什么样子，所谓的这个功德有一个形体的话，那么整个的虚空也是没有办法容得下这个功德，因为我们皈依的形体，这个是我们没有实际在肉眼看得出来的一个形体嘛，是它的功德来说的话。但是如果是这个皈依的功德，我们念一句那个四句皈依的这个以此的那个功德，如果是有它的功德是有我们就实践人的眼前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形体的情况下，那么整个的虚空也是容不下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对比。然后另外一个来说到，那也是一样的，就像大海里面的水，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自己吃饭的一个碗，拿一个碗把整个的大海的水一个一个的把它这个舀上来，就是拨到另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这样去人类我们这样去做的情况下，也有一天可以把全部都那个拨完的，有这么一个时间。但是皈依的功德，如果是我们去衡量的话，那根本就没有办法衡量的，没有办法再计数的，以这样的一个比较。此外，又如日藏经云：有勤实人皈依佛，具至魔中不能海，纵破戒律心散乱，彼亦定能取涅槃。那如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已经皈依了，然后就是没有放下皈依的这个戒，以及就是平常我们在内心当中就是没有忘记自己是皈依之人，然后就是长期有皈依的这种心的情况下，那么他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魔鬼那些来伤害。同时如果是自己就像比如说是一个出家众也好，在家众也好，你输出的很多的戒律都已经破坏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造了一些其他的业的情况下，也是因为你皈依三宝的加持和功德，那你到最后还是一样的会涅槃。所以皈依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如此说，皈依就有无量功德，所以应当勤奋念修，一切正法之根本皈依。然后接下来就是这四句呢，就是随依三皈，信心却为弱。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我们虽然我们那这个四句也是同样的，宝智仁波切每讲到一个科的时候，前面呢就是讲课的前面就是对恭敬的对经做一个礼赞礼拜的一个这样的四句词，然后到最后也是一个忏悔感，然后就是提醒引导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四句词。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虽然我们所有的就相当于就是我们所有的人虽然已经皈依了三宝但是呢就并没有真正的内心当中呢没有一个不退转心的这种信心。虽然我们皈依了上师，皈依了佛，皈依了法，皈依僧，已经皈依了三宝，但是呢就是从刚刚在皈依的这个课当中所讲的一样
归有那么大的功德，也如果是有那么大的功德的情况下，我完完全全在生生世世都是依靠皈依三宝，能够可以再救护我，我就不用去想其他的任何，只要是有足够的这个信心跟皈依三宝的这种信心不推战性的情况下，当然会得到同等的这种功德，最后只有就是涅槃的路，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些已经归了三马，但也是没有真正的这种一心一意的生生世世当中都是只靠上师三宝，以这种的信心方面来说的话，就非常弱的。随守三学护戒人是善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相当就是在不管是修持哪方面的一个出家众也好，一个在家的居士也好，一个瑜伽师也好，那么只要是一个佛教的佛门弟子的话，他有各种各样自己修持的戒律，相当就是一天一夜的一个八关斋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戒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个修持的戒律方面。那么虽然就是有修持皈依戒或者虽然有修持各种各样的戒律，但是呢相当就是一个用不了的石头丢出去一样，那么没有特别的去遵守这个真正的这个戒律没有特别亲近的戒律戒律值我与如我无心诸有情，所以宝智仁波切这里面说每次都提到的就是说我与如我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当然知道宝智仁波切他自己本身就并不是那种像我们众生一般的众生一样的，但是每次他提到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对我们众生就是会更亲切的，然后能够可以度化我们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听到的就是我们自己。今天看这个书本的我然后这里就是并不是说不能想原来宝智仁波切也是这样的，那我们应该这样也没有办法，不能这样去想。宝智仁波切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精进的方面、智慧的方面、慈悲的方面，然后菩提心的方面，它是完全为我们一切众生的这个慈悲是不可思议的。就像这次我们在学习的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刚是这本书来看的话，也是它完全是为我们慈悲留下来的一个甘露能够可以我们真正的可以享用的一个甘露。然后我们享用了这个甘露，就能够可以说这是一个无始的甘露。所谓的无始是什么呢？我们真正的达到无始的见解的甘露那么如果是有这么殊胜的甘露，我们没有去使用时，那我们的忏悔我们不对嘛，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有这种愧疚感，有这种的一听到就是我和如我这样的时候呢，就我们不要以为说可能华智仁波切也是像我们一样烦恼重重的一个，不能这样想，我们就应该要想我才是真正的这样的没有用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更能够要精进修持。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八智仁波切引导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期望，让我们能够可以早日成佛。所以我们必须得要就不能辜负他的慈悲感、他的菩提心、他的祈愿。所以我们更加的要，你看现在这个整个的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可以得到真正的这种的殊胜的教法？很少很少的人。所以我们更要做什么功课，而且我们自己要起什么作用。我们第一方面来说，我们自己要修持佛法，利益众生，弘扬佛法，护持佛法。佛陀的教法只有就是教跟正二法。佛陀的教法，所谓的佛法就是教正二法。那我们就是能够可以在教正二法上面，就是为了教正二法，我们就能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人生来护持
这才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校正二法的主要的效果呢，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佛陀成佛也是为了一切众生而成佛的，发心也是一样，佛传的每一个法也是为了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以这样的去修持，才是最为殊胜的。信心不退，坚固起加持，对吧？是。最后所以我们平常要祈祷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对佛法、对皈依的信心，祈愿我们的信心不要退转，祈愿我们的信心呢，就是变成金刚一般的坚固，然后祈愿我们能够可以在生生世世当中度化一切众生，以这样的这个成就，所以请求诸佛菩萨，请求一切诸佛菩萨加持于我们，以这样去念诵所以这以上呢，就是一切殊胜之基石，是吧？皈依之引导，一切圣道之基础，皈依之引导中那皈依的部分就这样就圆满了。自本作人着空着我